收入5000块钱算低吗？我接下来说一组数据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。权威数据表示，月收入为零的全国有546万人，月收入0到500元的有2.15亿人，月收入500到800的有2.02亿人，月收入800到1000的有1.24亿人。我们把以上人数加总，就月收入低于1000块以下的全国有5.5亿人。这与我们高层说我们全国月收入不足1000的大约有6亿人是基本吻合的。而且月收入1000到1500元的有2.43亿人，1500到2000有1.72亿人，2000到3000的有2.03亿人，3000到5000的有1.56亿人，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一共是13.28亿人，占了全中国总人数的94.87%。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还有必要讨论消费升级还降级吗？用户追求性价比的根本原因是他没钱。他没有钱，他怎么去追求高消费啊？那有些博主所讲的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真实情况，所以要正视平台上那些动辄年入100万的信息。年入100万，大多数都是梦话。中国的消费现在很清醒、很理智，他不再像过去一样炫耀式消费、攀比式消费、超前消费的意识。过去有，这2年没了。人们不愿意负债，人们更多的愿意是为今天的自己的幸福而买单。所以我们把产品做的价格便宜一点，然后去更多的满足用户的需求。大家一定要正视我们今天老百姓收入低的事实。所有的企业营销要给用户提供性价比，消费与用户收入有密切关系，要照顾到今天的事实。中国的大局呢，基本敲定了。中金统计，中国总资产790万亿，国企占到了360万亿，占到了45%。而中国那一部分有钱人260万亿，占中国总财富的36%。国有企业呢，占到了45%。中国前100、前1000这些大富豪占到了260万亿，占中国总资产的36%。剩下的全中国近1个亿的中产阶级占到了中国总财富的13%，剩下的13亿人占中国总财富的3.几%，整个中国的财富基本就这个。